親愛的男性朋友們，如果我告訴你們，只需在特定穴位貼上1分鐘的時間，就能讓你重回20歲時的堅挺狀態，你會相信嗎？而且效果比偉哥強10倍，完全沒有副作用。聽起來難以置信，對吧？但今天走進我診所的那些60多歲的男性患者們，他們正在經歷偉哥帶來的可怕頭痛、心悸，以及花費數千萬韓元購買的補品所帶來的背叛感。他們幾乎已經絕望了。對他們來說，這1分鐘的奇蹟是最後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何仙，一位在大邱執業超過30年的婦產科專家，今年62歲。我專門處理男性難以啟齒的困擾。各位，你們知道為什麼昂貴的藥物只留下副作用，而昂貴的補品卻毫無效果嗎？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你們的傳遞路徑完全錯了。我今天要在這裏明確而堅定地告訴各位，你們的性能力減弱不是因為年齡的關係，真正的原因是你們的氣血循環，也就是能量和血液的流動被完全堵塞了。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什麼呢？你們吃下去的那些昂貴補品，全都被你們的肝臟偷走了。是的，你沒聽錯，是肝臟在作怪。今天來到我診所的一位患者，因為服用了太多所謂對性能力有益的藥物，導致肝功能指數危險地升高。他原本想要提升性能力，結果卻把肝臟給搞壞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所有從口中進入的東西，無論是毒還是藥，都必須經過肝臟。肝臟必須承受所有的毒性負擔。今天，我將徹底公開一個讓你們從那些討厭的藥物和副作用中解放出來的方法。這不是吃的，而是貼的。只需貼上1分鐘，你們就會感受到身體的變化。如果你覺得今天我說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請立即在評論區留下數字，請訂閱並按讚，這樣我就能幫助你們不錯過任何能改變人生的內容。在今天故事的最後，我會完全公開我用數10年臨床經驗完成的秘密貼片配方，以及你們可以在家自製的秘方，所以千萬不要轉台。現在，讓我開始講述一個真正能讓你們的臥室再次火熱起來的故事。為了幫助各位理解，我想分享一個在我行醫生涯中給我最大衝擊的案例。當然，由於這涉及患者的隱私，我將稱他為70歲的崔老師。崔老師一生都在教育崗位上，在孩子們面前端正地生活着。他不喝酒不抽煙，生活一向規律整潔。但就在1年前，當他第一次來到我的診所時，臉色蒼白如紙。他無法直視我的眼睛，仿佛一生中從未說過這種話般猶豫了很久。然後，他幾乎是帶着哭腔的聲音坦白說：李醫師，我真的沒臉見人了。陪伴我一生的那個人對我如此恩寵，但我現在無法履行丈夫的職責了。他當時正在服用高血壓藥物，所以不敢吃偉哥之類的藥。他曾經試過1次，結果心臟狂跳得像要爆炸一樣，頭痛欲裂，
感覺自己快要死了。從那之後，他再也不敢碰那些藥了。於是，他選擇了補品。孩子們送來的人參自然不用說，他還動用了退休金購買鹿茸、海狗腎等各種補品。這世界上所有據說對性能力有益的東西，他大概都喝過了。他向我訴苦說：李醫師，我過去1年光是湯藥費就花了數千萬韓元，但是我的身體為什麼還是這個樣子？真的一點反應都沒有，連指甲蓋那麼大的反應都沒有。我的身體是不是已經完全爛掉了？還是那些藥都是假的？他感到絕望，花了數千萬元，卻毫無效果。那種被背叛的感覺讓他的身心都崩潰了。他說，和妻子睡在同一張床上，卻覺得自己不像丈夫，更像是室友。每天晚上都如同地獄般煎熬。妻子背對着他睡覺的樣子，仿佛在說他是個無用的人，讓他感到無比悲慘。我仔細查看了他的病歷記錄和他帶來的藥材清單，那些藥材都很優質，毫無疑問都是真正的鹿茸和人參。但為什麼沒有效果呢？我向他提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崔老師，你的肝功能指數如何？他回答說：前陣子體檢時，醫生說我有點脂肪肝，指數稍微高了一點，但還沒到需要吃藥的程度。我當時恍然大悟，崔老師，問題就出在肝臟上。他驚訝地反問：什麼？肝臟？性能力和肝臟有什麼關係？我堅定地說：崔老師，你現在吃的那些數千萬元的補品，根本不是你在吃，而是你的肝臟在吃。他一臉不解地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明明喝了湯藥啊！我說：不是，你的肝臟把所有的藥效都偷走了。崔老師完全無法理解我的話，這也難怪，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昂貴補品無效的原因竟然是肝臟在作祟。那麼，肝臟究竟是如何偷走你們的性能力的呢？而繞過那個貪婪肝臟的唯一秘密通道又是什麼呢？稍後我將徹底揭露這條比數千萬元補品強100倍的秘密之路。看完今天的影片後，你們再也不需要做那種往無底洞裏倒水的蠢事了。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大聲疾呼肝臟的重要性，以及通過皮膚吸收的方式，是因為我遇到了一位改變我整個行醫生涯的恩師。那是在我當醫生大約20年的時候，當時的我和其他醫生一樣，患者說性能力下降，我就開維過；說荷爾蒙不足，我就在臀部打針。我相信那就是現代醫學，是最快的方法。但我每天都感到絕望。我開的藥越多，患者就越依賴藥物，失去了自我調節的能力。抱怨頭痛和心悸的患者在診所裏排起了長隊。我開始懷疑，我現在是在治病嗎？還是在讓他們藥物成癮？疑惑湧上心頭。就在那時，我有機會參加了一個中醫學研討會。老實說，在那之前我有點看不起中醫學，
認為它不夠科學。但在那裏，我遇到了一位徹底改變我行醫生涯的人。他是一位年邁的學者，畢生研究東醫保鑑和本草綱目，也是一位草藥專家。他整場演講都在談論氣和經絡。說實話，我當時聽不太懂，氣被堵住了，那是看不見的東西呀。演講結束後，我向他提出了一個有點挑釁性的問題。我說：老師，你說的經絡看得見嗎？我是泌尿科醫生。男性的勃起是血液的問題，血液集中就會勃起，不集中就不會。這不是氣的問題，而是血管的問題。面對我傲慢的提問，那位名醫看了我很久，然後哈哈大笑着說：李醫師，你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問：那是什麼？他回答：沒錯，勃起需要血液，血液必須流動。但請問，你認為是什麼推動血液流動的呢？血液會自己走路嗎？他的問題讓我啞口無言。他繼續說：風不吹的話，帆船怎麼前進？血液是船，氣是風。李醫師，你現在根本不想辦法讓風起，只是拼命推船而已。那就是你開的偉哥。引擎熄火了，你卻瘋狂地轉動燃料泵，所以患者才會頭痛欲裂，感覺心臟快要爆炸，大聲哀嚎。因為你違背了自然規律，強行逆施而行。氣是風，血是船。這句話如同錘子般重重敲在我的腦袋上。我坐直了身體，懇切地問：那老師，應該如何恢復那個氣呢？應該如何補充那個陽氣呢？他又提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李醫師，你是不是只把那些好藥材往患者嘴裏塞？我反問：不然不吃嗎？他笑了，呵，所以才沒效果。你知道我們身體裏最大的小偷在哪裏嗎？就是肝臟。他說：沒錯，從口中進入的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肝臟。肝臟是個貪婪的守門員，無論多麼昂貴的補品進來，肝臟都會先把90%的藥效吃掉。肝臟為了保護自己，會先進行分解，然後只把剩下的10%釋放到血液中。你的患者花數千萬元買鹿茸卻沒效果，原因就在這裏。肝臟把一切都偷走了，所以喝湯藥的人性能力沒有提升，反而肝功能指數升高的情況比比皆是。我啞口無言。現代醫學所說的肝臟守過效應，他早已用數百年前的智慧洞察得一清二楚。我迫切地問：老師，那該怎麼辦？有辦法繞過肝臟這個小偷嗎？那位名醫笑着輕拍自己的手臂說：為什麼總是要從狹窄的嘴巴塞進去呢？我們身體上有最寬闊的門牙，那就是皮膚。皮膚會呼吸，皮膚是一個吸收器官。通過皮膚吸藥，就不需要遇見肝臟這個小偷。藥效會直接通過氣血運行到全身，這就是東醫保鑑的核心，經皮吸收。他的這句話徹底改變了我剩餘的行醫生涯，不是吃的藥，而是貼的藥。
現在開始進入今天故事的真正核心。我將準確地告訴各位，為什麼你們如此依賴偉哥，以及為什麼那些昂貴的寶品會背叛你們的根本原因。剛才那位名醫說了兩件事：第一，男性的力量不是血液推動的，而是氣在推動；第二，肝臟會偷走你們所有的寶品。如果不理解這兩個原理，你們將終生浪費金錢和時間。首先來談談氣與血的關係。我用簡單的方式解釋給各位聽。把你們的身體想象成一輛汽車，男性的勃起就像汽車爬山一樣需要力量。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兩樣東西。第一是燃料，也就是汽油。這個汽油就是血液。沒有血液，車子無法移動。所以你們服用的偉哥之類的藥物，就像是把汽油強行灌入引擎、性器官的燃料泵。但是車子要動，光有汽油就夠了嗎？當然不夠。引擎必須有力地運轉，踩油門的力量也要足夠。這個引擎的力量、踩踏的力量，就是氣，也就是能量。各位過了60歲後所遇到的問題，不僅僅是血液不足，推動血液的引擎力量，也就是氣本身已經熄滅了。為什麼會熄滅？雖然年齡是一個因素，但你們一生背負的壓力和焦慮已經把氣完全燒光了，氣耗盡了，陽氣全部流失了。然而醫院卻一直只開燃料泵偉哥給你們，引擎都冷卻了，卻只是強行灌油，會發生什麼事？引擎過熱，車子快要散架了。這就是頭痛和心悸的原因。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同時補充汽油、血和引擎的力量氣，必須重新點燃熄滅的引擎。但這裏出現了第二個問題，肝臟這個小偷登場了。你們想說，好吧，那我就補充引擎的力量氣吧。於是喝了鹿茸或人參等能恢復氣的好藥材。那昂貴的藥材通過口腔進入胃部，在胃裏被分解，然後在腸道中被吸收。到這裏為止都還好，但是從腸道吸收的所有營養和藥物成分，在擴散到全身之前，必須經過一個最終的檢查站。那就是肝臟。肝臟是我們身體的化學工廠，也是解毒中心。肝臟會把從外部進入的所有物質都當作危險物質，首先進行分解。這在醫學術語中稱為肝臟走過效應。名字雖然複雜，但你們只要想成肝臟先偷吃就可以了。你們喝了價值數百萬元的鹿茸湯，假設那個藥效是100，當它通過肝臟的瞬間，肝臟會說：哪來的怪東西？然後奪走藥效的80%到90%並分解掉。鹿茸那強大的陽氣在肝臟中全部被解毒消失了，然後只有去除毒性後的區10%或20%的藥效才會釋放到血液中。這就是崔老師花費數千萬元買補品卻看不到效果的驚人真相。各位的肝臟一直在偷走你們的性能力，真的很冤枉，對吧？我原本想修復我的引擎，結果在檢查站被全部搶走了。所以古代我們的祖先
那些聰明的醫者非常清楚吃藥的局限性，因此他們使用了第二個秘密之門，那就是皮膚。皮膚是我們身體最大的器官。皮膚不僅僅是包裹身體的外殼，皮膚會呼吸，會吸收。令人驚訝的事實是，通過皮膚吸收的物質不會經過肝臟這個檢查站。皮膚下有無數的微血管和經絡，藥效會直接100%地滲入血液，擴散到全身。這就是那位名醫所說的經皮吸收的偉大秘密，完美地繞過肝臟這個小偷，直接傳遞藥效。現在明白了嗎？我們要做的是同時恢復氣與血，把那些珍貴的藥材不被肝臟搶走，通過皮膚直接推入體內。這就是秘密貼片療法的核心原理。各位現在已經理解了氣與血的原理，也知道必須繞過肝臟這個小偷。那麼，這個秘密貼片的真面目是什麼呢？裡面究竟裝了什麼，才能同時擁有偉哥的速度和補品的根本效果呢？我現在要介紹數百年來在東醫保鑑和本草綱目中專門用於男性力量的那些傳說中的藥材。我還會告訴各位這些藥材如何穿透皮膚改變你們的身體。這是今天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光是知道這些藥材的組合原理，你們就已經獲得了前1%的健康知識。我處方的黃金貼片核心材料大致分為4個軍團，這4個軍團就像軍隊一樣，各自承擔角色，逐步佔領你們的身體。第一軍團是皇帝的軍隊，那就是鹿茸和人參，這兩種藥材負責氣。我剛才說過，氣是風，是引擎的力量。鹿茸就像在即將熄滅的引擎中加入火箭燃料，鹿那爆炸性的生長能量會讓你們體內即將熄滅的陽氣爆發性地提升，產生推動血液的推進力。人參是支撐那力量持久的補給部隊，讓氣不會突然下降，持續補充力量。第二軍團是打通道路的軍隊，那就是紅花和桂皮。即使氣這陣風吹起，如果血這艘船被雜質堵住，也無法前進。紅花，也就是紅花籽，是我們體內疏通阻塞血液最強大的破壞者。它能打碎黏糊糊凝結在一起的淤血，也就是死血，為血液開闢道路。桂皮則是讓那條路保持溫暖並拓寬的角色，不是冰冷的水管，而是建造溫暖寬闊的高速公路。血液溫暖才會有力地流動。第三軍團是補充水和油的軍隊，那就是枸杞和玉茸。引擎有力地運轉，道路也打通了。但如果燃料血本身不足，那就不行了。枸杞和玉茸能補充肝臟和腎臟的津液，也就是精。這不僅僅是血液，而是製造血液的根本材料。性能力中的精就是這個。精枯竭了，男性也會枯竭。這些藥材扮演着供應不枯竭泉水的角色。第四軍團是運送這一切的軍隊，那就是芝麻油或紫蘇油。這些珍貴的藥材如何能穿透皮膚進入體內呢？光靠粉末是不行的，需要油。因為我們的皮膚親油，我們的皮膚屏障是由脂肪構成的，所以會彈開水，
但會像海綿一樣吸收油。芝麻油或紫蘇油等優質天然油脂會把這些藥材抱在懷裏，溫柔地通過皮膚屏障，安全地運送到血管。它們扮演着送貨員的角色，特別是這些藥材的許多優良成分都是脂溶性的，必須與油相遇才能發揮藥效。現在能想象了嗎？當你們把這個貼片貼在皮膚上的瞬間，攜帶着鹿茸和人參、皇帝軍隊的油會穿透皮膚進入，氣會爆發性地復甦。紅花和桂皮疏通道路的軍隊會打通阻塞的血管並拓寬它們。枸杞和玉茸、泉水會供應不枯竭的血和精。所有這些作用都不會被肝臟這個小偷搶走一分一毫，而是直接在你們體內發生，不需要經過肝臟等待30分鐘到1小時。貼在皮膚上10到20分鐘後，就會感覺身體發熱，氣開始運行，藥效慢慢擴散，持續3到5個小時。不會像偉哥那樣頭痛或心悸，因為這是在恢復你身體的根本。這就是我研究30年完成的黃金貼片的完美原理。崔老師聽了我的話後眼睛發亮，他問李醫師，那個貼片在哪裡買？我馬上要買。我笑着說，崔老師，有一種比任何製藥公司生產的昂貴貼片更強大的東西，那就是今天你在家親手製作的秘方貼片。在下一章中，我將詳細告訴各位我告訴崔老師的，也是今天只特別公開給正在觀看這個節目的各位的那個秘方貼片的黃金配方。這是價值數百萬元的秘訣，千萬不要錯過。各位現在已經知道了氣與血的原理，以及繞過肝臟的皮膚吸收秘密。現在是實戰時刻，現在是公開各位期待已久的比數百萬元補品更強大的奇蹟秘方貼片在家製作的黃金配方的時候了。這是我只特別告訴崔老師等珍貴患者的秘方。今天觀看這個節目的各位真的是找住了大好運，請一個字也不要錯過，如有必要請準確地記在紙上。首先要準備材料，這是最重要的，好材料才能做出好藥。第一是藥材粉末。我剛才說了4個軍團，其中我會為各位選擇比較容易取得且最安全的藥材來組合。疏通道路的軍隊中，準備紅花籽粉和桂皮粉。紅花必須是種子粉末，紅花籽對骨骼和血管有非常強大的力量，疏通阻塞的能力非常驚人。補充水和油的軍隊中，準備枸杞粉和玉茸粉。枸杞是保護肝臟和腎臟最好的藥材，玉茸可能比較難取得，這是被稱為沙漠人參的非常珍貴的藥材。如果難以取得玉茸，可以用山薯魚粉代替。山薯魚同樣是補充男性精氣的最佳藥材，對小便冇力的人也非常好。皇帝軍隊中準備人參粉，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秘密，人參並非對所有人都好，平時容易上火、臉色發紅、血壓高的人，最好用黃粉代替人參。黃是補充氣最安全的藥材，不會讓身體發熱，只會穩固地補充氣。相反，
身體寒冷、手腳冰涼的人用人參非常好。請根據自己的體質選擇，這是秘方的核心。鹿茸太貴而且假貨很多，所以先準備這5種：紅花籽、桂皮、枸杞、玉茸、或山茱萸、人參或黃。在哪裏買？現在大市場的藥材店或可信賴的網路商店都能輕鬆買到優質的粉末。第二是送貨員，那就是油和蜂蜜。油的話，芝麻油和紫蘇油都很好，但我強烈推薦的是冷榨生紫蘇油，是生紫蘇油，不是炒過的。我們常吃的香噴噴的芝麻油或紫蘇油都是炒過的，但生榨的紫蘇油含有活的 Omega-3，它本身就能穿透皮膚進入體內清理血管。送貨員還兼具藥材的角色，務必購買新鮮且冷藏保存的產品。蜂蜜必須是天然生蜂蜜。蜂蜜不僅僅是讓藥材黏稠的黏合劑，蜂蜜本身富含喚醒男性荷爾蒙的硼元素和礦物質。此外，蜂蜜能讓多種藥材的性質和諧相處，中和過熱或過寒的性質，幫助我們的身體舒適地接受。連黏合劑都是藥材。現在材料都準備好了，我要告訴各位最重要的黃金比例，這是我經過數十年臨床試驗找到的最安全有效的比例。請準備一個小碗，首先倒入油和蜂蜜，放入1大湯匙生紫蘇油，放入1小茶匙天然蜂蜜。現在放入藥材粉末、枸杞粉1小茶匙，玉茸或山茱萸粉1小茶匙，紅花籽粉1小茶匙。這就是1:1:1的基本骨架，補充精氣、疏通血液的基礎工程。現在要加入點燃火焰的皇帝軍隊。人參或黃粉只放半小茶匙，桂皮粉也只放半小茶匙。這兩種是推動器的強力藥材，用太多會給身體帶來負擔。半茶匙是黃金比例。再總結一次：紫蘇油1大湯匙，蜂蜜1小茶匙，枸杞、玉茸、紅花籽粉各1小茶匙，人參、黃、桂皮粉各半小茶匙。現在請好好攪拌，要懷着這會成為藥的信念，非常用心地攪拌。這樣油、蜂蜜和藥材混合後，就會完成非常香且黏稠的黃金糊劑。這就是各位親手製作的奇蹟貼片。這可以放在冰箱裏使用大約1週。那麼，這個應該何時、在哪裏、如何貼呢？如果不知道這些，即使做出再好的藥也是白費。在下一章中，我將告訴各位最大化這個黃金貼片效果的秘密穴位和準確的使用方法。各位現在手中握着價值數百萬元的黃金糊劑，從現在開始，我將告訴各位把這個糊劑做成貼片，並最大化藥效的實戰方法。這是非常重要的技術，如果貼錯地方，就看不到任何效果。必須準確找到繞過肝臟這個小偷的秘密之門。第一，何時貼？有2種方法。想要立即見效的人，也就是今晚面臨重要時刻的人，在那個時刻到來前約20分鐘貼上。我剛才說過，偉哥需要焦急地等待30-40分鐘，但這個貼片因為
不經過肝臟而是直接通過皮膚。動作快的人10到15分鐘就能感覺身體發熱。這是用天然方式追上偉哥速度的方法。想要根本治療的人，也就是不只是想要一晚的效果，而是想改變身體本身的人，每天晚上睡前貼上就寢。為什麼是晚上？我之前說過，我們的身體在睡眠中會自我修復和重建，氣血再生最活躍的時間就是這個時候。在這個黃金時間，把藥材的力量整夜通過皮膚推入體內，這是修復引擎本身最確實的方法。我更強烈建議我的患者採用這種晚上貼的方法。第二，貼在那裡？這是今天故事的核心中的核心，是公開秘密之門的時刻。絕對不要直接貼在你們的性器官上，那裡的皮膚太脆弱敏感了，可能會出大事。我說的秘方是貼在性器官根部或恥骨附近等血管密集的地方，但那樣過敏風險太大。我找到的最安全又強大的穴位是東醫保鑑，中稱為男性性能力和生命力匯聚倉庫的地方。最重要的第一個穴位就是各位的肚臍。是的，肚臍。你們會覺得意外吧？各位，肚臍是我們在母親腹中通過臍帶接受所有生命力的門，所以肚臍周圍至今仍是我們身體所有經絡匯聚和散開的交通要道，在中醫學中稱為神闕穴，意思是神的宮殿。肚臍既是皮膚又是器官，在這裡貼藥，藥效不經過肝臟就會直接擴散到腹內所有器官，這是恢復器最快的直達路線。第二個穴位是從肚臍往下約3指寬的地方，我們俗稱的下腹丹田，在中醫學中稱為關元穴，意思是元氣匯聚的關門。這裡是連接男性睾丸、前列腺、膀胱的氣血起始的發電站。溫暖這裡並注入藥力，熄滅的引擎本身就會重新運轉。第三個穴位是腳底，腳底中央凹陷處稱為湧泉穴，意思是泉水湧出，這是腎臟之氣開始的地方。我剛才說了補充精的枸杞和玉蓉對吧？那泉水的源頭就是這裡。晚上在這裡貼上貼片睡覺，水火之氣會運行全身，精會充滿。第三，如何貼？需要準備用品。到藥局買紗布和醫用紙膠帶，或者準備大塊的方形拋棄式 OK 棒。首先從剛才做好的黃金糊劑中挖出小指甲大小的極少量，絕對不要貪心，只要少量。把這個薄薄地塗在紗布或 OK 棒的患部，然後把它貼在肚臍或關元穴上。貼在腳底湧泉穴也很好，同時貼在肚臍和下腹兩處效果更好。使用紗布讓黃金糊劑不直接接觸皮膚，對皮膚敏感的人更好。這樣貼上後，一開始可能沒有任何感覺，但10到20分鐘後，你會感覺那個部位溫暖起來。有些人會感覺像貼了暖暖包一樣發熱，這就是藥效穿透皮膚，氣開始運行的信號，不是像偉哥那樣頭痛的信號，而是我體內引擎正在預熱的非常健康的信號。
崔老師按照我說的，每天晚上睡前在肚臍和下腹貼上這個貼片就寢。1週後，他開始經歷驚人的變化。那個故事稍後再告訴各位。在那之前，我必須先告訴各位使用這個黃金貼片時，與黃金配方同樣重要的致命注意事項。現在各位已經知道黃金貼片應該貼在哪裡，如何貼。可能聽到像暖暖包一樣變暖的說法，馬上就想試試看。但請等一下，如果不聽我現在要說的這些警告就盲目照做，有些人可能不是獲得性能力，反而得到皮膚病來醫院。這是一把雙刃劍，效果越強大，也可能越危險。這是我為了各位的安全而非常強烈警告的部分，務必遵守。第一個最致命的注意事項是皮膚過敏。我剛才加了桂皮和人參，這些藥材推動器的力量很強，同時也有非常熱的性質。皮膚健康的人會覺得溫暖，但皮膚敏感或有過敏的人可能會像燙傷一樣感覺到刺激。有一位患者來找我，肚臍周圍腫得通紅，甚至起了水泡。我嚇了一跳問，老師，這是怎麼回事？那人搔着頭說，李醫師，我聽了你的話做了貼片，但為了更快看到效果，我放了3大茶匙桂皮粉和人參粉，然後像年糕一樣厚厚地貼在肚臍上睡覺。我聽了大發雷霆，老師，你差點把肚臍燒掉。我不是明確說半茶匙嗎？貪心招致禍患，絕對不行，請放棄貪心。我告訴各位的黃金比例是你們皮膚能承受的最大值，也是最佳比例，絕對不要放更多。最重要的是，在把貼片貼到肚臍之前，必須先做測試。這不是選項，而是必須。在你們手臂內，側或大腿內，側柔軟的皮膚上，塗抹小指甲大小的黃金糊劑，只等30分鐘。如果那時沒事，只是溫暖，那就安全。但如果那個部位發癢、刺痛或變紅，那你對這些藥材過敏。這樣的人絕對不要使用這個貼片。這是保護各位皮膚的第一個約定。第二個注意事項是有高血壓或心血管疾病的人，就像崔老師那樣的人。我剛才說過，人參、鹿茸、桂皮等藥材會強力推動氣，這會強烈擴張血管，讓血液快速循環。如果你正在服用高血壓藥或心臟不好，這種強力的氣血循環可能反而給心臟帶來負擔，就像偉哥給心臟帶來負擔一樣。當然，這不是像偉哥那樣強行思維，而是順其自然。但已經有病的人必須小心。所以我怎麼給崔老師開處方的？請把人參和桂皮的量再減半，不是半茶匙，而是只放1/4茶匙。而且容易上火的人用黃代替人參。要這樣安全地開始，必須觀察各位的身體狀態，慢慢適應。安全比效果更重要。第三個注意事項是心理依賴。這個貼片見效很快，有些人立刻就能感受到貼和不貼的差異，然後不知不覺就會產生心理依賴，
沒有這個貼片就會不安，什麼都做不了。這是我最警戒的事。我把這個秘方告訴各位的原因，不是為了讓依賴藥物的你們再次依賴貼片。這個貼片就像拐杖，腿骨折時暫時拄的拐杖，它只是幫助各位的氣血循環能自己運轉的角色，不應該每天只依賴這個。有一位患者看到這個貼片有效後太高興了，只相信這個每天喝酒，然後來找我抱怨為什麼效果下降了。我對那人說：老師，你現在一邊點燃引擎的火，一邊潑冷水。這個貼片不是萬靈丹，如果不同時進行運動和良好飲食，這個貼片最終也會沒用。我建議的方法是，先持續使用3個月，之後把次數減少到1週2-3次。而且即使在不貼貼片的日子裏，也必須透過運動和良好飲食，讓各位的身體能自己產生力量。這個貼片是治療劑，不是你們的主人。你們的身體才是主人。這3個警告：過敏、心血管疾病、心理依賴，你們能遵守嗎？只有準備好遵守這個約定的人才有資格成為這個秘方的主人。現在各位已經聽完了黃金配方和致命警告，現在各位已經準備好安全使用這個奇蹟貼片了。讓我們回到70歲崔老師的故事。他是因為肝臟這個小偷而損失數千萬元的人，因為高血壓連偉哥都不敢吃的人。我把這個黃金貼片秘方告訴了他，當然因為他有高血壓，我千叮萬囑要把人參和桂皮的量減半開始，因為他容易上火，所以讓他用黃代替人參。他首先做了手臂的測試，幸好沒有任何問題。那天晚上，他按照我說的，在肚臍和下腹貼上那個黃金貼片就寢。隔天早上，在我診所門還沒開之前，就接到了他的電話，聲音非常激動，我還以為出了什麼事。李醫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心裏一沉，老師，請冷靜，發生什麼事了？是不是那裏不舒服？不是那樣。我早上醒來時，肚子太溫暖了。不是溫暖的程度，下腹好像有火在燒一樣。睡得這麼舒服是10年來第一次。這是氣開始運行的第一個信號。熄滅的引擎開始點火了，但他還沒說完。李醫師，還有更神奇的事。我原本是晚上睡覺會因為尿意醒來3-4次的人，但昨晚一次都沒醒，一覺睡到早上。這是怎麼回事？沒錯，我剛才說下腹丹田是什麼？是膀胱和前列腺的發電站，用黃金貼片溫暖那個發電站，腎的力量復甦，把整夜滲漏的尿液水龍頭緊緊關上了。氣運行時，前列腺和膀胱會先獲得力量，這只是開始。他持續貼這個貼片，然後再次來找我。這次是和妻子一起來，妻子的臉紅紅的。崔老師緊握着我的手，李醫師，謝謝，真的非常感謝。妻子害羞地說：
李醫師，其實我們夫妻過去10年都分房睡了，丈夫因為高血壓，完全放棄了那種事，就像同志一樣生活。崔老師接着說，但是李醫師，按照你說的貼了才2週，昨天晚上10年來第一次，我握住了妻子的手，然後奇蹟發生了，他哽咽了，不像偉哥那樣頭痛和心悸，就是非常自然地，像年輕時一樣，我的身體感覺像是我的身體。妻子在我懷裡哭了一整夜，說找回了丈夫，一直哭。李醫師，你不只是恢復了我的性能力，你拯救了我的人生，拯救了我們夫妻。我握着兩人的手一起哭了。身為醫生，還有比這更有意義的時刻嗎？這個貼片療法繞過肝臟這個小偷，同時恢復氣與血，是修復各位身體引擎本身最明智的方法。我再講另一位患者的故事好嗎？62歲的金社長，和我同齡，這位個性非常急躁，比起像崔老師那樣每晚貼的根本治療，他想要立即見效。李醫師，我沒辦法做那種要很久的事，給我今晚立刻有效的。我告訴他黃金貼片配方並說，社長，這不是偉哥，但今晚重要時刻前20分鐘，請在肚臍、下腹和腳底貼上試試看。他半信半疑地回去了。隔天不是早上，而是當天晚上11點打電話給我，聲音有點醉。李醫師，這是什麼？這到底是什麼藥？我20分鐘前貼上這個，肚子開始發熱，然後湧出了20年前都沒有過的力量，比偉哥好10倍，頭不痛，心臟也不跳。感覺完全像是我自己的力量。李醫師，請幫我大量製作這個。我笑着對他說，社長，那不是藥，只是給社長身體原本就有的引擎加了燃料而已。喝酒後用的話效果會下降，所以請先戒酒。就像這樣，這個貼片可以同時追求根本治療和立即效果的驚人秘方。這不只是崔老師和金社長的奇蹟，這可以成為今天聽我故事並鼓起勇氣實踐的各位的故事。現在我要結束所有的故事了，我要告訴各位最後一個心態，那是為了讓各位把這個奇蹟變成自己的東西。今天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深入談論了男性最隱密而迫切的煩惱，那崩潰的自尊心的真正根源在哪裡？那不是年齡，那是因為各位的氣這個引擎的力量熄滅了，血這個燃料堵塞了。昂貴的偉哥只是強行灌入那熄滅引擎的汽油，是違背自然的行為，所以只留下副作用。更昂貴的補品全被肝臟這個小偷搶走，是往無底洞倒水。我們學到了繞過那個小偷，同時恢復引擎和燃料的奇蹟秘密。那不是吃的，而是貼的。通過皮膚這個秘密之門直接恢復氣血的黃金貼片秘方，用紅花籽和桂皮疏通阻塞的道路，用枸杞和玉蓉補充不枯竭的泉水，用人參或黃點燃引擎的火，用生紫蘇油和蜂蜜不經過肝臟直接運送這一切。
這就是我用30年臨床經驗完成的黃金貼片秘方的全部。現在所有秘密都擺在各位面前了，選擇權在各位手中。今晚可以關掉這個影片，想着聽了個好故事就忘記。明早又再次把昂貴的補品獻給肝臟這個小偷，抱怨自己的身體，嘆息歲月，開始同樣的一天。或者今天馬上到附近的藥材店，買這些珍貴的藥材粉末和一瓶生紫蘇油。今晚要邁出改變各位人生的這偉大第一步嗎？我作為醫生，也作為人生前輩，有最後想對各位說的話，比我今天告訴各位的所有知識和秘法更重要的東西，那是引領所有這些變化的唯一起點，那就是正確承認自己問題的勇氣，以及想要重獲健康生活的意志。年紀大了就理所當然接受的那種無力感，失去作為男性的力量，不再以宿命接受的勇氣，不依賴昂貴的藥物或別人的話，而是自己從根本恢復身體的氣血循環的意志。只要有這兩樣，各位一定能改變。我以專業醫師李河仙的名字擔保，懷着這份勇氣和意志，遵守注意事項，實踐我今天告訴各位的這個黃金貼片秘方，不用說1個月，只要2週。各位的夜晚會變得舒適，各位的下腹會變得溫暖，然後各位的早晨會重新以各位遺忘已久的那個青年的活力變得火熱。不要拖延，各位的氣在此時此刻也正在熄滅，從今晚開始吧。各位的男性活力不在昂貴的藥瓶裏，它就在各位的皮膚之下，以及喚醒那皮膚的各位持續實踐之中。長時間傾聽我的故事，真心感謝各位。希望這個故事成為你心中希望的火種。如果影片有幫助，請務必訂閱和按讚。今後我會繼續用最準確、最溫暖的醫學資訊，讓各位的生活更加豐富。而且，聽了我今天的故事後，請在評論區分享你下了什麼決心，要從什麼開始做起，你勇敢的承諾。你那誠實的坦白和承諾，將會成為此刻仍因同樣煩惱而失眠的無數男性最大的安慰和鼓勵。讓我們一起互相應援，創造再次火熱的早晨。衷心祝願你所有的夜晚都舒適，所有的早晨都充滿力量。謝謝。